其实哦，看这个年会是有美感的哦。若是干贝，都爱经迄种片起来愈香，摸起来愈大，安尼食起来就会愈甜。啊，若乌鱼子摕起来照一头光，若是小可汤光的、柑仔红色的，安尼代表愈新鲜。另外，真侪人爱食开心果，都爱看果仁，若是青青色的，安尼代表愈成熟，口感就愈好。来哦！开心果若是分介绍，还有分的熟度，真正要挑选，来看详细。如果人工开的，你给它剥开哦，它很小，那个就吃起来口感就不好。像安尼自然掰开的，内面是青色的，你的熟度就愈好，食起来较甜。若是人工的咧，内面若是无大，食起来嘛有苦涩味。土豆的部分同款爱看内面的土豆仁的色水。白色的，不是黑黑的。你就可以买了。来到年货大街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不止开心果挑选有配包，就连香菇也有。香菇一般挑选都以它的台湾为准，它的光泽、它的底部的色泽，还有闻起来的新鲜度、香度呢，没有光泽或者闻起来有异味的香菇，我们就不要去挑选它。另外，你这些拢会买乌鱼子，摕起来第一头光切看卖，小可透光的柑仔红色，代表品质好。另外，金柑贝会给你摸看、品看卖。越香越浓，那个表示它的品质越好，摸起来要干度要够。爱加看加做比较，你会才更加美味。若是想要省时省力的，中华区协会猫推出着海产的咧鸭肉，争取年节的商机，互你毋免来到传统市场人客人，买当轻松过好年，食美味。